你是关键的一位魔王。第5回合啊啦。第5回合啊。是啊。你害我嘛做紧张。所以老师，啊，你今日要唱什么歌？哦，我拄好今仔我拄看，平时内底有一个其实是我的学长，黄建伟学长。黄吗？陈建伟，哎呀，我紧张啦，我实在，你到底有存有这个学长？无实在做这学长都多建伟啊，今麦个真正上紧张。学弟你要毕业？学长，拍谁？对啦，好过就好了。对，我足介意学长一条歌，对，我今仔我特别爱唱迄条歌。倒一个。歌名？伤心跟伤心有关的，对不对？伤心的人唱伤心的歌，唱伤心的歌，哦，上紧张。来，再来一个哈。请问老师，你今日要唱什么样的？伤心的我，伤心的歌。哦，我刚刚这障眼法啦。哦，这应该是要让咱这个小雨修个棒伤。对。好，我们最后请阿德老师做讲评。好啊，黄信雄先生。黄信。哎呀，因为他都可以叫错人家的姓，我为什么不能叫错？而且问后面那个字也错了。可是那个像不像熊？哦，其实蛮多人会叫成熊哦。今天我之前去看医生，熊可以进来咯。啊，